可以用讲，是大是小，嘿嘿嘿。是大是小。那你可以洗拉哆拉哆拉嗦，好嘿嘿， ，OK 这比较像是我们在讲台语嘛。呵，它比较没有导音。OK， 好，我知道。好，鬼门开，鬼门开，澎湃招待好兄弟，一对陪，好言好语，今暗是故乡的大代志。唱歌是阮头前囡仔自细汉拢会看到大汉的一个活动。啊，其实伊代表阮头城，也是讲在海口的遮个渔民，哦，真重要的一个活动。因为咱即马伫即个世界就是，逐工就是看手机啊，咱可能网络看会到唱歌啥物款，根本其实咱无法度去亲身到现场去，较少机会啦。所以讲，我会想讲用歌即项物件，互大家了解讲，我若用台语写即项代志会变啥物款安尼。其实培育老师伊是真尊重阮本地的一个编曲，所以无动伤济物件。但是就是拄仔咧唱的时阵，老师对于咱的歌词吼，就是在发音顶悬伊有较济指正。鬼门开，鬼门开，澎湃招待。贵，我觉得贵它会有一个，嘿，对，它会有一个那个贵，它是一个下来的声音，有没有？哦，贵门开。鬼门开，鬼门开，澎湃招待好兄弟。写台语较正确、较有诗意的，其实袂少年辈较无几个安尼，所以讲书豪是其中一个安尼。甲故乡的文化写做一条囡仔歌，互囡仔唱，啊囡仔会晓熟悉安尼的文化，伊大汉了后自然会用更较熟悉的态度去面对咱当年的准备的这个活动。歌手歌声声落。人卡人一步一步，辛苦的牛油乌索索。伊解说起来、唱起来是一个真趣味，哦，也是讲，互囡仔会当真紧了解到咱过去的文化甲即马的一个传承，这是我创作的一个初衷。顺风起，7月普渡放落水顶，将思念迎来送。